弟兄姊妹，讓我哋一同站立。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我們要來感謝他，用詩歌向他歡呼。因為耶和華為大神，為大王，超乎萬神之上。地的深淵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屬他。海洋屬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來啊，我們要屈膝敬拜，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下，因為他是我們的神，我們是他草場的羊，是他手下的民。請坐。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主耶穌復活了。今日呢係復活節啊！我哋其實每年呢都會喺復活節呢，我哋會舉辦浸禮嘅。咁今日呢，我哋喺較早之前英語堂已經有一位嘅弟兄呢係接受咗浸禮啊。咁現在我哋粵語堂都有3位弟兄啊係接受浸禮嘅啊，好特別喎！上一次浸禮我哋3位姊妹，今次3位弟兄啊。咁我哋會邀請佢哋逐個出嚟。今日咧有一位咧係佢真係接受第一次嘅浸禮，有2位咧係轉會啊。咁但係咧就因為要滿足教會浸禮嘅條件，佢哋咧就會做一個全新嘅浸禮嘅啊。咁首先請我哋今日第一次浸禮嘅嗰位弟兄阿 Raymond 出嚟。Raymond， 好 Raymond。請你介紹你嘅中文名字俾大家認識你。鄺文正。好，鄺文正弟兄，你係咪已經喺福音嘅信息底下認罪悔改，承認耶穌基督為你嘅救主呢？我承認。好，咁你願唔願意喺你以後嘅人生裏邊按住聖經嘅真理去行事為人呢？你願唔願意？我願意。好 Raymond。因着你嘅認信，現在我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為你施浸，讓你加入基督嘅教會。阿門。好，感謝神。好，跟住呢位呢係 David 啊。好 ，David， 請你介紹你嘅中文名字，等大家認識你。伍典榮。好，伍典榮弟兄，你係咪已經喺福音嘅信息底下認罪悔改，承認耶穌基督為你嘅救主呢？係。好，你亦都願唔願意喺你以後嘅人生裏邊按住聖經嘅真理去行事為人呢？我願意。好，伍典榮弟兄，因着你嘅認信，現在我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為你施浸，讓你加入基督嘅教會。阿門。好，今日最後一位 Eddie。請你介紹你嘅中文名字，等大家認識你啊！大家好，我叫林偉星。林偉星弟兄，你係咪已經喺福音嘅信息底下認罪悔改，承認耶穌基督為你嘅救主呢？係。好，你係咪亦都願意啊？你願唔願意喺你往後嘅人生裏邊按住聖經嘅真理去行事為人呢？我願意。好，林偉星弟兄，因着你對主耶穌嘅認信，現在我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為你施浸，讓你歸入基督嘅教會。阿門。
好開心，今日我哋3位弟兄咧接受咗浸禮啊！如果喺當中你哋已經係歸信咗耶穌基督，但係咧未接受浸禮嘅話咧，可以同我哋教牧同工聯絡。我哋咧好希望咧下一次嘅浸禮咧係你有份啊！咁願神賜福俾你哋每一位。有冇人同人站立？我哋咧喺復活節嘅早晨歡喜快樂咁嚟到主嘅面前，大聲去讚美嗰位滿有榮耀且昔在、今在、以後亦在嘅全能神。自我羔羊在寶座上，明亞天上歌聲嘹亮，聲樂天壓滾響，我心聲來同唱，眾主救贖同恩，歡呼主為萬王之王，千秋萬歲無疆。擁戴生命之王，他有萬能永生，正福音間復活得勝，信後永蒙救恩，主升高天之上，星空中地絕美，藉主捨命永生死，聖民永恆福樂。擁戴慈愛之王，擁戴慈愛之王，瞻仰受苦面龐，受心壓迫累累傷痕，在天更變輝煌，永未發出光芒，盡忠向主頌揚，讚美榮耀為我救主，歌頌直到永恆。你的光烈天降臨，大地中子民高聲歡呼。神啊，我相信你將快來，將要掌管萬國。王啊，你的國烈天降臨，王啊，你的國烈天降臨，大地中子民高聲歡呼。神啊，我相信你將快來，將要掌管萬國。看啊，神的帳幕在人間，從此與我共處，擦掉淚痕，泯滅恩怨，作你一生愛子。看啊，神的帳幕在人間，從此與我同在。你是開始，你是終結，
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天上一樣。王啊，你的國裂天降臨。王啊，你的國裂天降臨，大地中子民高聲歡呼。神啊，我相信你將快來，將要掌管萬國。神的掌握在人間，從此與我同住，擦掉淚痕，泯滅恩怨，作你一生愛子可得。神的掌握在人間，從此與我同在。你是開始，你是終結，與你進到樂園。神的掌握在人間，從此與我同住，擦掉淚痕，泯滅恩怨，作你一生愛子可得。神的掌握在人間，從此與我同在。你是開始，你是終結，與你進到樂園。讓我們一同祈禱。愛嘅天父，我哋要讚美你。你係萬主之主，萬王之王，一切國度、權柄、榮耀都屬於你。父啊，我哋感謝你，你為救世人嘅緣故，差遣你獨生嘅愛子主耶穌基督嚟到世上，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邊，使我哋因主得稱為義，脫離死亡嘅權勢。為此，我哋要高呼哈利路亞，讚美主，因為主基督已從死裏復活，並且讓我哋帶着盼望，期待主再來。願神你賜下嘅聖靈，時常提醒我哋行喺你嘅道裏面，永不偏離。願你嘅名喺世人中被高舉，得着當得嘅榮耀。禱告係奉我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請坐。耶穌基督，榮耀君王，唯獨你配得讚許愛慕。我願你來再一次統管萬族各邦，全地都宣告你是獨一拯救。主基督放下了尊貴，主基督放下了尊位，降生於地上，為要施拯救。從不以自己與神同等，謙卑取了奴僕那形象。主基督
捨己，願十架受罰，為我犧牲釘死。神將他舉起成為至高，賜他超於世上萬有的名。耶穌基督，勞僕君王，唯獨你配得榮耀能力，各族各民各方無不屈膝腐敗，承認你是彌賽亞，耶穌基督，榮耀君王，唯獨你配得讚許愛慕。我願你來再一次統管萬族各邦，全地都宣告你是獨一拯救。我哋宣告你係我哋盼望嘅主，你是全地盼望，萬民的屬家，你是榮耀基督，世間敬仰。你是永活的主，萬國都高舉你，同眾哈利路亞。耶穌，你係全地嘅盼望嘅主，你是全地盼望，萬民的屬家，你是榮耀基督，世間敬仰。你是永活的主，萬國都高舉你，同眾哈利路亞。耶穌，勞僕君王，唯獨你配得榮耀能力，各族各民各方無不屈膝腐敗，承認你是彌賽亞，耶穌基督，榮耀君王，唯獨你配得讚許愛慕。我願你來再一次統管萬族各邦，全地都宣告你是獨一拯救。我願你來再一次統管萬族各邦，全地都宣告你是獨一拯救。
好感恩喺今日一個咁值得我哋紀念耶穌基督復活嘅大日子，但係同時咧，我哋都有可以一齊嚟去參與幾位弟兄佢哋嘅浸禮。喺浸禮當中，幾位嘅基督徒可以經歷與主耶穌同死、同埋葬、同復活呢份寶貴嘅意義。一諗起浸禮咧，我就諗翻起我自己都接近浸咗差唔多30年。我記得當年我受浸嘅時候咧，我曾經有一個幻想。我幻想當牧師將我撳喺水裏面，然後再將我扶翻起身嘅時候，唔知聖靈會唔會好似鴿子咁樣降臨喺我身上面呢？結果到最後當然就乜都冇發生啦。唔知幾位弟兄你哋有冇同我一樣有咁嘅幻想呢？不過我估你哋應該唔會嘅，因為通常咧係啲讀神學嘅人先會諗埋晒一啲古靈精怪嘅嘢。所以我哋教會咧都有幾位古靈精怪嘅神學生啊，甚至乎咧係嚟自唔同嘅神學院都有嘅。咁幾十年前嘅嘢我都記得啦，更何況幾個月之前嘅嘢呢？我記得喺今年年頭嘅時候呢，我所參與嘅2個團契，大家弟兄姊妹咧都一致同意，我哋係會按照教會嘅大方向，去用一啲以祈禱為主題嘅經文咧，成為我哋每個月嘅查經材料。喺其中一次我要負責帶查經嘅時候咧，喺準備嘅過程，令到我對一個希伯來文嘅字加深咗好多嘅認識。呢個字叫做 Sakar， 佢翻譯出嚟嘅意思咧就係紀念。如果用我哋廣東話口頭所講，就係記得。咁有一位學者 Chadber， 佢提到 Sakar 呢個字，佢嘅意義係遠遠超於我哋頭腦上面嘅記憶。而係我哋需要用一啲後續嘅行動嚟到回應我哋所記得嘅人同埋事，或者我舉一啲例子，等大家更加清楚其實我係想講啲乜咧。喺舊約洪水滅世嘅年代，挪亞同佢嘅家人同埋所有動物都置身喺方舟當中。雖然佢哋好安全，但係佢哋始終喺洪水上面唔上唔落，處於一個困境。聖經裡面提到，上帝去紀念挪亞同埋方舟裡面所有嘅生物。於是咧，上帝令到啲洪水慢慢就退去，逐漸隻方舟可以翻去一個乾旱嘅陸地。挪亞全家人同埋所有嘅動物都可以離開方舟，開展佢哋新嘅生活。再舉多個例子嚟，亦都係嚟自舊約創世記嘅。雅各嘅兒子約瑟俾啲兄弟賣咗去埃及，輾轉間俾佢嘅主母去陷害，結果佢要坐監。喺監裏面咧，佢識咗一個法老王身邊嘅眾臣酒政。呢位酒政因為得罪咗法老，所以佢都成為咗罪犯，困喺同一個監倉裏面。當約瑟為佢解夢嘅時候，話俾佢聽，好快脆你就可以離開監獄啦。約瑟同佢講咗一句説話。求你紀念我，施恩於我。約瑟所講嘅唔係話單單希望佢離開咗監獄之後呢，你記得喺監裏面曾經識過一個叫約瑟嘅人，佢就心滿意足，而係希望佢離開監獄之後，佢可以為佢做啲嘢，令到約瑟都可以離開監獄。不過好可惜呢，呢位酒政佢完全忘記咗約瑟，佢甚至乎已經唔記得咗佢啦。結果約瑟呢，白白都要坐多2年嘅監。今日係復活節嘅大日子，對於我哋基督徒嚟講咧，非常重要。對於我哋基督徒嚟講係非常重要嘅。我就想同今日咧，就同大家去睇睇一啲聖經裡面嘅經文，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先至係真真正正去紀念耶穌基督嘅復活。咁我邀請大家，如果你方便嘅，請你站立，我哋一齊讀出呢段經文。如果你唔方便嘅，希望你唔好介意，繼續坐喺座位上面。首先咧，我哋要讀嘅就係路加福音嘅經文。婦女們驚怕，將臉伏地，那2個人就對他們說：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這裏，已經復活了。當紀念他還在加利利的時候，怎樣告訴你們說，人子必須被交在罪人手裏，釘在十字架上，第3日復活。他們就想起耶穌的話來，便從墳墓那裏回去，
把這一切的事告訴11個使徒和其餘的人。跟住落嚟，我哋再讀一讀約翰福音嘅經文。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生。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為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我哋一齊祈禱。親愛嘅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因為係一個紀念耶穌基督你寶貴兒子復活嘅日子。我哋紀念嘅唔係一個傳聞，而係喺你説話裡面一個事實。我哋為此而獻上感恩。真理嘅聖靈，我求你更深嘅充滿我哋，打開我哋嘅心，俾我哋喺你嘅話語當中，我哋明白應該點樣去做，先至為之真真正正去紀念耶穌基督嘅復活。我哋咁樣嘅祈禱係奉主名求，阿門。大家請坐。耶穌復活嘅事蹟唔單止記載喺我哋頭先讀嘅路加福音當中，其實喺4卷福音書裏面全部都有記載。所以對於基督嘅復活係一個有好多證據去支持嘅事實，我哋作為基督徒根本係唔需要懷疑嘅。但係問題係，我哋去紀念基督嘅復活，唔能夠單單去依靠每年嗰一次嚟到復活節嘅崇拜當中去慶祝、去紀念，而係我哋需要翻去聖經裏面，甚至乎要睇一睇耶穌喺佢受難之前，喺佢復活之後，佢講過啲乜嘢，佢又為門徒點樣去祈禱，甚至乎耶穌喺佢復活之後又有啲乜嘢重要嘅事情發生。我哋嘗試將呢啲唔同嘅事件去串連埋一齊，先至可以更加全面嘅去紀念基督嘅復活。耶穌絕對係我哋祈禱嘅典範，因為佢每一日佢都用咗好多嘅時間向天父祈禱，所以佢係完全明白同埋領受天父佢嘅心意。有一次，耶穌喺一班群眾同埋門徒面前去透露咗天父救恩嘅奧秘。耶穌話：只要任何人願意相信佢就係上帝嘅兒子，被差派嚟到呢個世界上面成為救主，並且佢哋係真心悔改嘅，天父就會將永生去賜俾佢哋。並且當基督再返嚟嘅時候，佢哋都要經歷身體嘅復活同埋改變。耶穌講完呢番説話之後，佢仲同門徒講咗一句好簡短嘅説話。呢句説話雖然簡短，但係卻非常之有力量。就記載喺約翰福音6章47節，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每次當我有機會去同人分享福音嘅時候，如果對方係願意決志信主，我都會邀請佢去讀出呢句經文。因為呢句經文就好似一支強心針一樣，可以幫助一個啱啱決志信主嘅人去堅固佢永生嗰個盼望嘅決心同埋信心。因為佢已經係一個真真正正真心相信耶穌基督嘅人。耶穌唔單止向門徒透露咗天父救恩嘅奧秘，佢更加話俾門徒聽，佢為佢哋向天父求咗一件事，就係求天父差派聖靈嚟到佢哋當中。耶穌形容聖靈係保惠師，保惠師喺門徒嘅生命當中其實係扮演住唔同嘅角色。首先，就算作為基督徒，我哋好多時都依然要面對撒旦嘅攻擊同埋控訴。撒旦成日都會控訴我哋唔係一個完美嘅人，我哋根本唔配成為上帝嘅兒女，我哋更加唔配得到呢份嘅救恩。但喺呢個時候呢，聖靈就會扮演住一個好似喺法庭上面辯護律師嘅角色，去為我哋抗辯，去抵擋呢啲咁嘅控訴。
除此之外，我哋好多時都有機會喺人生當中面對好重大嘅困難同埋危機。當我哋面對呢啲危機當中嘅時候，我哋甚至乎根本唔知道用咩辦法去處理同埋面對。喺呢個時候嘅時候，聖靈就不知不覺成為我哋嘅幫助，佢會向天父為我哋祈求，求天父將力量去加俾我哋，以致我哋懂得點樣面對呢啲咁樣困難。另外，我哋好多時都會跌落一啲好重大嘅挫折或者失意當中，搞到我哋非常之灰心沮喪，連祈禱嘅力氣都冇。聖靈喺呢個時候咧，就會成為我哋安慰者，唔單止為我哋祈禱，更加會用神嘅説話去提醒我哋、安慰我哋，甚至乎透過我哋身邊嘅人去講一啲好好聽嘅説話，去勸解、去引導我哋，去幫助我哋重新恢復嗰種嘅力量，以至我哋可以對抗呢啲沮喪嘅境況。有一位神學家 Eugene Peterson， 佢所翻譯嘅聖經 The Message 係嘗試以現代嘅語言去將聖經當中嘅意思去翻譯出嚟。Eugene Peterson 佢係咁樣形容聖靈，佢話聖靈就好似我哋生命當中嘅一個 friend， 即係我哋生命當中嘅一個好朋友。當我哋睇翻聖靈作為保惠師，佢喺我哋生命當中所扮演嘅角色同埋帶嚟嘅幫助同埋支持，豈唔係真係好似一位好朋友，時時刻刻都喺我哋身邊嗎？所以我哋必須要好好地珍惜聖靈呢位好朋友嘅同在。耶穌既然將聖靈作為保惠師呢個咁重要嘅角色話俾我哋聽，佢更加進一步去話俾門徒聽，聖靈幾時會嚟到門徒當中？喺約翰福音16章7節係咁講：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裡來；我若去，就差他來。耶穌知道好快脆佢就要上十字架，跟住為咗解決世人嘅罪，佢要受死。但喺3日之後，佢會復活。復活之後，耶穌有一段時間會同門徒暫別。喺佢離開之後，聖靈就會嚟。或者我用另一句説話去講，耶穌必須要走，因為如果佢唔走，聖靈就唔嚟。結果當耶穌復活咗之後，佢喺在世依然存留咗40日。喺呢40日裏面，佢同好多唔同嘅人向門徒講過好多唔同嘅説話。跟住耶穌升天，然後喺五旬節嘅時候，聖靈正式降臨喺門徒嘅身上面。喺今日，我哋作為基督徒並唔需要等任何重要嘅節日，聖靈先至會降臨喺我哋身上面。因為就喺我哋決志信主嘅嗰一刻，我哋唔單止已經開展咗永生之旅，同時之間聖靈已經嚟到我哋嘅生命當中。聖靈唔單止以保惠師嘅姿態喺我哋生命當中帶嚟好多嘅幫助，甚至乎佢喺我哋嘅屬靈生命當中亦都帶嚟好多好重要嘅影響。保羅喺以弗所書裏面係咁講，佢形容聖靈係我哋生命當中嘅一個印記。自古至今喺一啲貨物上面，如果雕刻咗或者刻咗一個印記，其中一個意思就係代表呢件貨物係屬於邊個主人嘅。聖靈嘅印記喺我哋嘅生命當中，其實係一樣嘅道理，好似我哋一個身份嘅象徵，證明我哋係屬於上帝，係上帝嘅兒女。所以一切關於上帝嘅福氣，我哋都符合呢個身份資格去領受、去享受。當然，當中最大嘅福氣就係永生。保羅進一步去話俾我哋聽，聖靈亦都好似我哋得基業嘅一個憑據。憑據呢個字喺希臘原文嘅文化背景之下，係有另一個更加清楚嘅意思，就係單 payment 訂金。有時我哋睇中一件貨物，或者一架車，或者一間屋。如果我哋未俾晒錢嘅時候，點樣去確保呢件嘅產品
會傳留俾我、預留俾我，唔係賣俾其他人呢？我哋就係要落訂金。聖靈喺我哋生命當中所扮演嘅角色，其實就好似上帝將永生喺我哋生命當中落咗訂，然後將呢張落咗訂嘅收據咧擺喺我哋嘅身上，以至我哋時不時拎呢張收據出嚟睇嘅時候，我哋根本唔需要擔心我哋將來得唔到永生，因為我哋已經有呢份嘅保證。呢份永生嘅保證對於我哋嚟講係真係非常之寶貴。將來耶穌翻嚟嘅時候，佢會親自幫我哋找埋條尾數，然後將一份完完整整嘅永生禮物去送俾我哋每一個真心相信耶穌基督又願意遵行佢旨意嘅人。弟兄姊妹，大家對於我哋將來有朝一日會離開呢個世界，進入一個完全嘅永恆當中，你係有乜嘢嘅感想？有乜嘢嘅心情？耶穌佢遲早都要翻嚟，但係無論佢幾時翻嚟，我哋有朝一日亦都要離開世界，進到永恆當中。你係咪用一種完全嘅期盼、完全嘅嚮往去等候呢一日呢？定抑或你依然有少少嘅恐懼，有好多嘅唔捨得？求聖靈幫助我哋睇見永生嗰一份嘅寶貴性，唔單止喺我哋嘅身上面，甚至乎喺我哋身邊嗰啲已經信咗主，而我哋好愛佢嘅家人同埋朋友，我哋大家身上面都有呢種嘅印記，呢份嘅確據。我哋可以慢慢選擇用期待取代恐懼，用嚮往嚟到取代依依不捨。保羅再進一步喺羅馬書當中咧，去話俾我哋聽，我哋有好多嘅軟弱，聖靈會幫助我哋。並且咧，我哋原本係唔曉得點樣去祈禱嘅。喺新漢語聖經譯本裏面，佢嘅注釋係將呢段經文嘅意思更加清楚去講咗出嚟。喺裏面所講嘅，我哋有好多嘅軟弱，並唔係講我哋喺身體上面或者我哋喺心靈上面有軟弱，而係我哋喺祈禱當中有好多嘅軟弱。而呢度所講，我哋本不曉得怎樣禱告，亦都唔係話我哋完全唔識祈禱呢個動作或者呢個行為，而係話我哋好多時我哋唔知道應該為啲咩事情去祈禱，甚至乎唔知道點樣去為呢啲事情去祈禱。聖靈喺當中就扮演住一個穿針引線嘅角色，佢唔單止按住天父嘅心意去為我哋去祈求，甚至乎佢同時之間亦都引領我哋按住天父嘅心意去作出我哋嘅禱告。好多時我哋作為基督徒去祈禱嘅時候呢，我哋為一啲我哋所紀念嘅事或者人，其實都有個前設，我哋預咗點樣去為呢啲人同事去祈禱，預咗去講啲咩説話。但若果我哋願意學習喺祈禱之先安靜落嚟，尋求聖靈嘅帶領，又慢慢一句一句去講出我哋嘅禱文，我哋會發現成個祈禱好似完全唔同晒。原本諗定嗰啲想講嘅説話，喺祈禱當中原來一句都冇講過。相反，講咗好多我諗都未諗過嘅説話。當祈完禱嘅時候，回望翻成個祈禱嘅時候，我哋會發現，我哋用一個更加廣闊嘅胸襟、更加長遠嘅視野嚟到禱告。因為喺呢個時候，聖靈已經按佢嘅心意去帶領我哋，去更加貼近天父嘅心腸嚟到祈禱。呢啲就係聖靈引領我哋祈禱嘅果效，超越我哋自己有限嘅眼界同埋目光。耶穌唔單止形容聖靈係保惠師，佢更加形容聖靈係真理嘅聖靈，因為佢要將聖經裏面所有嘅奧秘同埋真理向我哋揭示。作為基督徒，好多時我哋都有份偏執，我哋對某啲聖經嘅説話，我哋都覺得硬係要按我哋心裏面嗰種意思去解讀，我就唔係好接受其他嘅解讀。呢啲嘅情況，坦白講句，亦都有發生喺我心上面，甚至乎喺我嘅觀察當中，喺神學院裏面一啲讀書好叻嘅同學，佢哋同樣有呢啲咁嘅情況發生。
所以我哋實在需要好好地喺聖靈面前謙卑落嚟，尋求佢嘅引領同埋光照。並且我哋要花時間去研讀聖經嘅話語。假以時日，聖靈就會將更多聖經嘅真理向我哋揭露出嚟。大家有冇試過曾經喺某啲嘅場合，聽過一位牧者或者一啲神學院嘅教授去講解一啲嘅經文，同我哋原本所諗嘅係完全唔一樣嘅時候，我哋有一種豁然開朗嘅感覺，甚至乎喺同時好似有一種令到自己既感動又振奮嘅暖流喺身體裏面不斷咁流轉。呢啲就係聖靈將神話語嘅力量去喺我哋生命當中去釋放出嚟嗰份嘅生命力，幫助我哋更加渴求神嘅話語，亦都幫助我哋更加有力量去見證耶穌基督。最後我想講嘅呢一點，唔單止同我頭先所講嘅幾點一樣咁重要，甚至乎值得我哋花更多嘅時間去認真、去細心、去思考一下。因為我將要講嘅係喺聖經裡面記載耶穌喺佢升天之前所講嘅最後一句説話。正所謂臨別贈言，一定唔會係求其講聲拜拜就算啦，肯定係一啲肺腑之言，語重心長。更何況係上帝嘅兒子要同門徒暫別，佢所講嘅更加肯定係重要嘅講話。喺《使徒行傳》1章8節，耶穌係咁講：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耶穌呢句説話唔單止係勸勉，亦都係一個命令。而呢句説話同我哋好熟悉馬太福音28章耶穌嘅大使命係互相呼應、互相印證。頭先或者今日，我哋嘅牧者透過浸禮已經去講咗同埋做咗大使命其中一句説話，就係奉父子聖靈嘅名為門徒施浸。耶穌勉勵門徒，當聖靈降臨喺佢哋身上面嘅時候，佢哋就會得到能力去見證主。今日聖靈已經降臨喺我哋身上邊，即係代表我哋同時都兼備呢種咁嘅能力去見證耶穌。今日我哋之所以有機會去參與幾位弟兄佢哋嘅浸禮，除咗係佢哋個人嘅意願，覺得今日係一個適合嘅時候去做一個公開見證，但係更加關鍵嘅係喺佢哋嘅人生當中，曾經有基督徒向佢哋傳福音，幫助佢哋信主，帶佢哋加入教會去成長，以致佢哋覺得今日係一個適當嘅時候。喺嚟緊一次又一次嘅浸禮，可以有幾多位基督徒嘅弟兄姊妹去施浸，去做呢個公開嘅見證？除咗係佢哋個人嘅決定，亦都係一個好關鍵，就係有幾多基督徒願意向更多未信嘅人去分享福音，幫助佢哋加入教會。一講到傳福音呢，大家可能會諗，我可以為好多唔信主、未信主嘅親友去祈禱，呢啲係好事嚟嘅，值得我哋去每日都咁樣去為佢哋祈求。另一方面，大家亦都會諗到，教會有舉辦一啲大型嘅佈道會，我哋可以邀請未信主嘅親友嚟到佈道會當中，等佢哋聽到呢嘅信息，去感動，去信主。呢種做法亦都係一件好事嚟㗎，完全係值得我哋去做。只不過問題係，我哋唔能夠單單停留喺呢兩種嘅方式嚟到參與傳福音嘅侍奉，因為始終呢兩種方式係處於一個比較被動嘅狀況當中。耶穌嘅吩咐係要求我哋用一個更加積極主動嘅態度同埋行動去見證佢。一講到要自己去傳福音呢，可能大家成個心情都完全唔一樣啦。或者你會諗到，我平時同人傾偈都怕怕醜醜咁樣，仲要同人傳福音，真係好困難喎。其實呢啲係好正常嘅，因為以前嘅我都係咁樣嘅。好坦白講句，真係唔係有咁多人冇學過傳福音，
佢就識得點樣好清楚去同人去分享福音嘅信息。但係用另一個角度，只要我哋肯學，我哋就識得點樣去傳。弟兄姊妹，其實而家咧就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傳福音嘅工具同埋方法，隨得我哋去選擇。你想從一個最簡單嘅方式去入手、去入門，可以有呢啲咁嘅方法同工具。或者你諗，我依係唔學，我要學就要學最詳盡、最深入嘅，亦都可以。唔同嘅方法就取決於而家嘅你覺得邊一種係對你係最適合嘅。學咗傳福音之後，通常第一兩次多多少少係有一啲甩漏嘅，有一啲甩漏。其實真係唔緊要，因為呢啲都係好正常。只要你唔好放棄，繼續再傳多一兩次，慢慢你所傳嘅福音就已經不知不覺變得越嚟越清楚，越嚟越流暢。仲有福音嘅信息唔係單單係俾非基督徒去聽，其實喺我哋身邊仲有好多佢哋曾經決志信過主，但係因為種種原因，佢哋冇返過教會，所以我哋嘅信仰對於佢哋嚟講，根本仲存在好多唔清楚嘅地方，甚至乎隨住年月嘅消逝，佢哋連當初嗰份得救嘅把握已經逐漸咁消失。若果我哋再一次同佢分享福音嘅內容，可以幫助佢哋重新再一次立志喺上帝嘅面前，並且邀請佢哋返到教會當中去做一個真正成長嘅基督徒。喺早排，我除咗有機會同一位未信主嘅朋友去分享福音嘅內容，我更加有一個機會同一位希望喺信仰當中重新起步嘅朋友再次分享福音嘅信息。我同佢一齊祈禱，再次喺上帝面前去立志，好感恩。因為喺佢身邊有一班同佢好傾得埋，亦都好支持佢嘅弟兄姊妹，陪佢一齊成長。而家呢位朋友返到嚟教會嘅聚會當中係越嚟越穩定，福音傳得多，我哋個膽亦都不知不覺變大咗。但係呢種嘅發大咧，係唔需要做任何手術去切割，反而會令到我哋變得越嚟越開朗。個人開朗咗，朋友都識多幾個，生活變得更加充實。所以話耶穌叫我哋去傳福音，擺到明就係益我哋嘅，對我哋有百利而無一害。其實我覺得傳福音就好似同耶穌去煮一隻豉油雞一樣。大家笑啊！冇錯。傳福音真係好似同耶穌合作去煮一隻豉油雞一樣。我哋廣東人有一句説話，大家一定聽過㗎，正所謂我出豉油，佢出雞。耶穌其實喺十字架上面已經為我哋付出咗非常之沉重同埋寶貴嘅代價。佢已經拎咗最大嗰份出嚟，拎咗隻雞出嚟。而家問題就喺我哋身上面，我哋願唔願意為佢付翻些微嘅代價？好好地去學習點樣去傳福音，拎翻我哋生命當中嗰一支豉油出嚟。如果教會嘅傳福音嚟嚟去去都只不過係依靠我哋嘅牧者同埋少量嘅弟兄姊妹，佢哋嗰啲豉油好快脆就會乾塘㗎啦，到時根本就唔夠豉油去浸隻雞。相反，越嚟越多弟兄姊妹去參與呢個傳福音嘅事工，我哋唔單止有好多嘅豉油，冇咁容易乾塘，甚至乎隻雞仲越浸越入味，越浸越好味。不知不覺，啲浸雞嘅豉油就變咗千年豉油。我哋可以做到代代相傳，世代承傳。喺啱啱開始嘅時候，我同大家分享咗兩個同紀念有關嘅例子。上帝紀念挪亞一家同埋所有動物喺方舟當中嘅困境，所以令到啲洪水逐漸退去，方舟最終返去乾旱嘅土地上面。方舟裡面所有嘅人同埋動物都可以離開方舟，去喺一個新嘅世界開展佢哋新嘅生活。另一個例子，約瑟，佢喺監牢裡面遇見埃及王法老身邊嘅酒政。
呢位酒政佢因為得罪法老，被囚禁喺監牢當中。但係當佢獲得自由之後，佢已經忘記咗約瑟同佢講嘅任何説話，甚至乎完全忘記咗約瑟呢個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嚟到呢個世界上面，為咗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3日之後，佢復活，佢幫助我哋每一個真心願意相信佢嘅人，可以得到呢份永生嘅救恩。我哋唔再需要被稱為罪人，我哋亦都唔再需要被罪惡去捆綁同埋囚禁。但係當我哋獲得真正嘅自由之後，我哋有冇用實際嘅行動去紀念呢一位已經復活、仲升埋天、將來必定會返嚟嘅耶穌基督，去活出希伯來文紀念呢個字嘅真正意義？求聖靈去幫助我哋，讓我哋首先一齊安靜，然後做一個祈禱。親愛嘅天父上帝，每當我哋紀念耶穌基督嘅復活，我哋冇辦法忘記你嘅恩典，因為你將咁寶貴嘅獨生兒子都賜俾我哋。呢份莫大嘅救恩，我哋獻上感恩。我哋領受你嘅救恩，但係我哋仲未完全領悟救恩嘅意義，冇做一個主動去傳福音嘅基督徒。求你饒恕。真理嘅聖靈，感謝你成為我哋生命當中嘅保惠師，隨時嘅幫助。我哋求你更加嘅去感動我哋，幫助我哋認定，因為你與我哋嘅同在，我哋已經得着從你而嚟嘅能力，可以去見證主自己嘅福音。求你幫助帶領我哋向更多未認識耶穌嘅人去宣告，我哋所相信嘅係一位絕對勝過死亡、已經真真正正復活嘅救主，讓基督嘅名一次又一次被高舉。我哋咁樣嘅祈禱係奉耶穌基督得勝之名而祈求，阿門。我哋一同去紀念嗰位為我哋受苦受死、埋葬並且復活嘅主，並讓聖靈帶領我哋去立志擺上我哋自己，成為世上嘅鹽同埋光。立志擺上。曾擺上傾出大愛，曾捨棄已被抹開，曾擔起痛楚，十架路甘心走過，崇高主愛因心似海。能相愛，皆因被愛；能勝過，要被擦改；能穿起舊恩，踏上基督的足印，延伸主愛進入人海。立志今擺上。讓耶穌用我的恩賜獻上最好，讓我謙卑作你僕人，存着敬畏去侍奉神，全是你恩典覆蓋每步亮明燈，在你恩手裏滿布雲彩。
讓我謙卑作你僕人，存着敬畏去侍奉神，全是你恩典福愛每步亮明燈，在你恩手裏滿布雲彩，效法基督愛，眼界變改，願鴿子天際降下來，陶造我裏面能盛載，神豐足的厚愛。請大家一齊為低頭為獻金禱告。賜恩典、施慈愛、滿有憐憫嘅阿爸父，多謝你，多謝你喺我哋還作罪人嘅時候，你已經賜下你唯一嘅愛子，釘喺十字架上面為我哋犧牲，仲賜下聖靈保惠師與我哋同在。喺今日復活主日嘅時候，原來再一次紀念你嘅大愛，亦記得呢一份喺800次下救我哋脫離永死愛，我哋窮呢一生嘅精力都唔會可以償還嘅。今日作為將些微獻上，我哋承認你就係嗰位掌主權嘅彌賽亞，我哋盼望你嘅降臨，亦都盼望你悅納我哋嘅奉獻，我哋擺上，亦都希望你賜予一位聰明智慧，能夠適當咁運用喺你嘅事工上面，將你嘅名廣傳到地極。以上祈禱係奉靠救主耶穌基督聖靈而求，阿門。弟兄姊妹，復活節平安。今年嘅復活節對於你嚟講，可能每一個人嗰個感受都唔同。但係對於今日喺復活節受浸嘅3位弟兄，對佢嚟講係一個好特別、好有意義嘅日子。因為今日2005年嘅復活節係佢哋人生一個嘅里程碑。咁跟住落嚟呢，我就想邀請呢3位弟兄上前嚟，咁讓大家再一次嘅歡迎佢同埋認識佢。咁同埋我會代表教會致送受浸嘅證書同埋一份嘅紀念品俾佢哋。咁之後呢，就邀請佢哋嚟到去宣讀教會約章。咁然後之後呢，我就會令大家為佢哋有祈禱。OK， 咁就先請跟翻頭先個次序好唔好啊？先請係Raymond 鄺文正弟兄。OK， 跟住係 David 林典榮弟兄。
OK， 最後就係 Eddie 林偉星弟兄。OK， 喺呢個時候咧就邀請你3位嚟到去一齊嚟到誦讀教會嘅約章。我都想呢個時候邀請弟兄姊妹一同站立，我哋讀呢個約章，彼此嚟到立約。OK， 1、2、3，藉着聖靈的引領，我們已經接受了耶穌基督為我們的救主，承認了我們對基督的信心，並奉父子聖靈的名受了浸。現在我們在神和會眾面前鄭重而快樂地彼此立約，願意在基督裏成為一體。因此，我們靠着聖靈的幫助，在基督的愛裏彼此同心，為了教會在知識、聖潔和安慰上的長進而努力，促進教會事工的興旺和屬靈的進步，並保持會中的崇拜、禮儀以及一切真理教訓，樂意按時奉獻，支持教會一切事工、慈善工作和對外傳道等需用。我們亦彼此相約，保持在家庭中崇拜及個人的靈修，按聖經的真理教導兒女，帶領親友歸主。處世要端正，辦事要公平，立約要誠實，舉止行為要作人模範，為我們救主聖潔國度的發展盡心竭力。我們更相約，在弟兄姊妹相愛中彼此照顧，在禱告中彼此紀念，在疾病患難中彼此幫助，培育信徒句句的熱情，鍛鍊謙遜的言語，不輕易發怒，常常尋求和睦，竭力不懈的持守我們救主一切的命令和教誨。我們亦彼此相約，倘或有遷離本地，必定盡速加入當地信仰相同之教會，繼續遵行神的話語和教訓，實現教會約章的精神。我哋大家仍然站立，我哋一齊嚟到去為到新受浸嘅弟兄嚟到祈禱。親愛嘅天父，我哋今日滿心歡喜嚟到你嘅面前，我哋讚美你奇妙嘅救恩。主耶穌從死裏復活，帶俾我哋新嘅生命同埋永恆嘅盼望。我哋為此向你獻上感恩。今日當我哋慶祝主復活嘅日子，亦都一同見證3位弟兄接受浸禮。佢哋喺眾人面前承認耶穌基督為佢哋生命嘅主，亦都係學效耶穌嘅榜樣，踏出重要嘅一步，接受浸禮，表明佢哋已經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嘅信心。佢哋真誠嘅委身同埋順服，係聖靈嘅工作喺佢哋生命中真實嘅見證。主啊，我哋為佢哋嚟到祈禱，求你引領佢往後嘅信仰道路，願佢哋每一日更認識你嘅話語，喺生活中經歷你嘅同在。當佢哋遇到挑戰嘅時候，願佢哋記得你係佢哋嘅力量同埋幫助，亦都係幫助我哋整個教會成為佢哋屬靈嘅家，一齊學習，一齊成長，彼此扶持，一齊見證你嘅愛。我哋願意同佢哋一同喺主裏同行，直到見主嘅日子。願一切榮耀歸俾你，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阿門。大家請坐。我哋係咪想影一幅？想邀請牧師執事，我哋影一幅廚底相好唔好啊？同受浸嘅有冇？OK， 完咗崇拜先。好 ，OK。好，多謝阿 Raymond 執事，亦都再一次恭喜3位弟兄今日好特別嘅日子受浸啊！弟兄姊妹，願你們平安。主耶穌咧，佢復活之後向門徒顯現咧，佢第一句説話就係同門徒話：願你們平安。
所以每一次崇拜嚟到呢度，我都祝願大家平安啊！其實都係希望大家紀念我哋呢份平安呢係嚟自耶穌基督佢嘅死、佢嘅復活俾我哋嘅盼望，俾我哋嘅拯救喺度呢，我想歡迎今日呢嚟到教會嘅新來賓喎。我有幾個名字嘅第一位就係陳少雄陳伯坐喺後邊咁我知道阿陳伯咧最近就都信咗耶穌喎，決咗志喎，好開心喎咁可以諗下會唔會下次浸禮係有你喺裏邊參與咧咁樣好啦，咁除咗陳伯之外咧，我哋仲有應該係女士兩位就係第一位就寫住係 SM 嘅第二位就係 Jessie Chan 喺邊度咧？你哋我喺樓上，歡迎。係啦，咁我亦都相信咧，今日咧有好多係可能係受浸嘅弟兄，佢哋嘅朋友佢哋嘅親戚親人嚟到呢度當中，我哋都好歡迎你，亦都希望咧有多啲機會咧喺教會裏邊咧再繼續認識你，同你一齊咧去敬拜神一齊去參與教會嘅聚會嘅咁我哋都不如大家互祝復活節快樂嚟，好唔好啊？好，咁咧就有啲教會嘅一啲聚會嘅報告啦。咁係第一個咧就係我哋今天啦，就係咧會為我哋嘅聯會收取呢一個嘅國際宣教奉獻咁我哋嗰個嘅你可以入落教會嗰個奉獻封嗰度咁如果你係喺個奉獻封度咧，你要寫住係 GCO 咁如果你係支票咧，你都寫翻俾 VCBC 嘅。不過咧，你個支票嘅有個注碼咧，你可以寫住係俾 GCO 嘅咁樣如果網上做呢一個嘅Interact e-transfer 咧，都記住咧係注明係 GCO offering 咁樣OK， 好啦，下一個。咁咧就再上個禮拜有我哋幾個嘅飛狐講完之後咧，原來有啲資料咧要補充嘅。咁今日咧請其中一個嘅飛狐嚟再補充一下。呢個係一個好有熱誠嘅飛狐嚟嘅。Passion 唔該。咁我唔係飛出嚟嘅，係啦。咁咧咁弟兄姊妹午安啦。咁我哋咧就已經做咗 site visit 啦。咁亦都好鼓勵咧凡係弟兄咧，下個禮拜六咧，我哋就去一個 Simo Mountain 度行雪山嘅。咁我哋咧大概我哋會朝頭早飲下早茶先，係啦，食飽，我哋就去行山。咁行完山咧，我哋有個少少嘅分享啦。喺個雪山上面咧，我同其他弟兄咧，我同幾個飛狐咧揾咗個景咧係非常之靚嘅。咁誠邀各位弟兄咧都可以參加。不過如果大家覺得喂唔係 Pastor， 我未行過雪山喎，咁點樣裝備咧？咁唔緊要嘅，一陣間咧你可以揾阿 James 弟兄啦，揾阿 Raymond 弟兄去報名。裝備方面咧，我哋會同你去跟進一下嘅，係啦。咁希望咧我哋能夠可以一齊喺上雪山上面咧一齊去到分享下，一齊去到互相了解下。咁正如咧上次我講嘅，咁弟兄一齊行雪山，咁見證受浸在中間，咁返教會絕對唔簡單嘅。OK， 多謝大家。我要加多句就係飛狐大戰西摩山。好啦咁唔好行完之後第二日咧太攰就唔返教會喎因為第二日咧除咗崇拜好重要之外咧，我哋嘅會友都要記住，我哋係我哋嘅會友季會就係常務會議，就係下個星期日嘅1點鐘完咗崇拜之後就會舉行㗎啦咁希望弟兄姊妹咧都同我哋辦事處咧係會報名，咁就會事先可以去傳遞一啲嘅我哋嘅開會嘅資料俾你一啲議案等等咁希望弟兄姊妹都注意啦。仲有冇啊？跟住好似冇啦，係啦，冇啦。咁其他嘅一啲嘅教會活動等等咧，就請大家咧睇呢個嘅秩序表咯好，今日崇拜咧，我哋好感恩啦，嚟到呢度咧就要結束啦。咁請大家起立一齊唱讚美詩。讚美一神萬福之源，天下生靈都當中現，天上萬軍也讚主名，同心讚美父子聖靈。阿門。讓我哋同心禱告，領受神嘅賜福。親愛嘅天父，我哋再一次感謝你喺2000多年前嘅今日就決定我哋
你所創造嘅萬民，佢哋嘅命運就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復活了。我哋感恩，因為神你嘅大能係戰勝死亡，讓我哋縱然要面對呢個世界，我哋肉身總會有完結嘅一天，但係我哋知道呢一天之後，亦都會展開我哋喺你嘅懷中，喺你嘅天家裏邊嘅永生嘅一日。所以我哋好感謝你有呢份嘅盼望，但願我哋都勇敢努力嘅，將呢份美好嘅消息見證出嚟，傳揚出去，以致更多嘅人能夠享受呢一種永恆嘅福樂。亦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父神嘅慈愛、聖靈嘅感動與團契，常與你們同在，從今時一直到永永遠遠。阿門。好，各位請坐。默禱嘅時候可以思想今日你所領受嘅信息。我哋下個星期再見。